今仔日，嘛有听真济台语，阁有拜三有台文的读册会。虽然呢地早起，毋过我嘛会当用 Google Meet 安尼偷偷看一下、听一下。嘛有一寡嘛有一寡帮助，就是感觉讲今仔有接触到真济台语。我发觉着讲，若是讲一直听台语啊，像讲我若听新闻一直听，可能就听会就麻痹去啊，就较袂专心。即个时阵其实听啥物上好，就是听开讲的内容，因为开讲有家己讲啥，台语诚好的老师讲啥，安尼其实颠倒会专心，因为我就会想讲我遮哪会讲无啥好势，拢有印象，阁摕来听，其实较记会牢。咱为虾物学台语爱有一寡对话，毋是讲一直听尔，因为这就是记忆的问题。若讲你会使用着，你有讲过讲甲无好势的时阵，你就会记讲后一摆的时阵，后斗的时阵，你就会去认真甲伊记起来。但是你若讲拢干若一方面伫听尔，一直听，你可能就会讲拢凊彩听的，嘛袂讲家己记起来，因为就像英文嘛，学英文嘛，毋知影学了是要很像讲英文，因为可能无讲遐好，嘛无可能讲的，你就甲外国人讲英文，所以若讲干若听迄美国的纠正的声音，安尼听你就会听甲变，你就袂专心去听啦，因为着和家己无啥物关系啊。我即摆嘛诚厉害，像拜三暗时的时阵就一边听Clubhouse 的讲台语故事的活动嘿，阁一方面阁听甲电视甲电视有关系的直播的影片，安尼变讲会定定分心。咱若伫公司，可能阁有同事会催，毋过就讲较袂讲一直讲想我的表现伫别人的心目中是好还是无好。我讲的台语是number one， 还是讲啊袂顺，就是这种好甲毋好的这种价值的这种想法，即个评价就会较无遐重。像我若讲台语讲无啥好势，但是我嘛会当表达一寡代志。虽然我用的方法讲的方式是较普通，一个梦我做一个梦，诚普通，毋过大家听有就好。我嘛会一直想要用台语来讲，因为你若讲会当用华语来斗相共，你就较袂认真，想讲我今仔台语要安怎表达，所以讲全台语是诚重要的。像我昨有讲一个叫地下哲学的地下，这个时阵我若想讲用华语拢不要紧，拢斗的拢会当。
就是掺落讲，像迄阿姨讲的意思。变讲你着永远袂去学讲台语原来的地合，会使安尼用台语来讲地合，着永远用一个华语来用。变讲这着变讲即马人的惯势，就是华语为主，几挂用台语。若讲有一寡词用台语毋知安怎表达，搁转转去华语就变讲华语就是一个主要，台语就是配合尔，就讲两句尔。甲以早时代无共款，以早时代是全台语嘛，因为诚侪人是袂晓讲华语，用华语诚袂顺。即马是因为环境，就是你看电视你的册搁有讲你去听演讲你要找一个全台语的，颠倒歹找，恶找。变讲华语的就诚济，所以咱的思考、咱的惯势，拢会替人影响着。毋过我想讲这嘛不要紧，我即马较看会开，就是讲，这就是一种选择嘛。就亲像讲，今仔伫 Clubhouse 有一个舞庆的台语的开讲时间嘛。有人就讲到地下乐团嘛，乐团。发现讲原来这内底10几个人内底，就有3个人做有兴趣，3个人就讲，就一直开讲。因为有淡薄歹势，但是我想讲，至少因拢用台语来讲，若无讲着这家己较熟悉物件，家己较关心的物件，就开始转华语。这就诚好，这就有讲家己有去控制。无咱讲的，就变讲华语房，安尼就无意思因为华语的房间诚济，要找伊的环境嘛诚济。我嘛知影讲，迄三个人是华语讲较顺，台语讲无遐顺，毋过因就愿意用台语去表达一寡代志。这嘛是诚好的代志。我想讲，地下乐团嘛，乐团地下乐团，因是感觉讲这是做少数的人有兴趣的代志。但是即摆社会就是安尼，就是有的人对这有兴趣，有的人对迄有兴趣，大家拢去找家己有兴趣的代志，有趣味的代志，就会分散去。袂像讲以早的环境，就是大家就是看共一种戏剧，讲共一个话题。即马大家共同的会关心的代志，颠倒就是热情、疫苗即拢台语发音特别歹发音的物件，变讲是安尼。无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这是因为大家加减会拄着就这款代志是大家较有共同的话题，其他就是大家有大家兴趣，大家有大家目的。所以我嘛无需要想讲，我的兴趣学台语是毋是做少人，做少数只要我去找，我用心找，就是有一群人都有兴趣，我就靠着网络科技甲这共款的人
考斗阵，我就会使加熟悉即阵人。毋免讲诚悲伤，讲奇怪，我哪会有我的兴趣，就毋是讲做大众化，无需要安尼想。若别人看啥物足有名的电影、足有名的戏剧，我嘛对咧看，其实毋免安尼。迄虽然讲有话题，但是是毋是家己喜意的嘛无一定啊。像我阁对赛斯的演讲有兴趣，这嘛是做少数人有兴趣的代志。毋过，我就是为我家己的兴趣去看，毋是为着甲别人共款。我就一直想讲，想要互别人认同，想要做别人嘛做的代志，甲别人共款。这毋是适合我的物件。我都想要摕香对拜，阁拜无好，变讲，就变较严面嘛，就是定定想啥物货，想啥货，拢是足严的思考的点去思考。这拢无好，这拢是爱，这拢互家己袂解脱、袂快乐，无法度做家己的一种无自由的代志。所以讲，其实就是豆豆学台语，豆豆讲。虽然嘛有人就是讲较好，伊有这环境，但是伊无代表讲伊感觉诚好。伊台语讲诚好，伊感觉讲人生足满足的，这无一定，无的确是安尼。就亲像讲有人想要生囝，足辛苦的，但是嘛有人生囝阁怨叹，阁生四个囝，阁会怨叹讲伤开钱啊，开伤济钱啊，拢有啊。所以无一定讲我欠的，别人若有，伊就会较幸福。其实无的确是安尼。上重要的就是伫这过程中，我成长的这过程中，我就有累积一寡，我有一寡经验，一寡经验，嘛有看到家己的进步，就是安尼啊。其实诚济代志，真正毋免去看迄成果，讲成果是好啊，是歹，是几分。咱这社会就定定是安尼，要做一项代志，就是问讲，你有啥物目的啊？对你有啥物帮助啊？上尾后的成果是安怎？所以变讲，我做一件代志，头拄仔做尔，就开始去看别人，就有即种想法。我写小说嘛是共款啊，写的过程中诚快乐，但是写了就讲，应该爱成绩爱家己发表出来，看讲应该是几分。这个时阵就是有淡薄仔亲像讲一个人一直读册，当这个人要去考试，伊的痛苦就来啊。伊会想讲，我看甲伤深啊，我毋知影阁有啥物考古题，无就是讲原来我对题目是无啥物写题目的即种撇步，考出来的成绩就比别人搁较无好，就会
艰苦，就是我伫咧抱我小帅时阵的心情。就讲奇怪，我嘛比某物人读搁较济册，比伊较用功，我嘛思考较足深诶，怎会这考试诶老师，出题目诶老师，解题目诶解考卷诶老师，无欣赏我这个人，都有即种想法。所以讲，咱即摆人就是会用考试，用啥物成就来互别人甲咱的努力去拍分数。咱无法度讲家己为家己去拍一个分数，家己去看家己的成长。都无，就是爱搁一个人出一个题目，还是讲一个公平的方式，来看大家成绩安怎。这成绩就代表你进前遐拍拼一切。这就是使人痛苦的原因。因为这若排名排出来，就是有人好，有人无好。好的人伊嘛有压力啊，伊嘛想讲会后一道考试，别人会甲我拼过。无就是讲拢无人拼过即个第一名的空虚。想讲我搁要拍拼啥物？所以人是足奇怪、足奇妙的动物，人类就是安尼。我即马就是讲爱去看破一寡物件，去看开一切。就亲像讲，甲我台语开讲的阿姨啊，伊嘛是真够投资，投资的方面真够，嘛趁袂少钱。伊咧趁的钱可能是伊迄个年代，有趁一寡钱，紧摕来买厝投资。以后就是真正老的时阵，就靠这都毋免烦恼。若工课是算讲做健康的，都真正是安尼。但是我嘛毋免去牺牲啊。我就想讲，我即摆工课嘛无讲真痛苦啊。逐工安尼真紧张，其实拢无。我的紧张拢是我家己互我家己的。一个台语嘛爱紧张，做啥物代志拢爱紧张。拢是家己去做成的。所以讲，所以即摆就是好好知影讲，即个人生安怎家己过好好。以早呢的思考拢是，就是认真趁钱。大家拢想着认真，就是会讲后壁就是爱讲趁钱，认真趁钱。其实毋是安尼，是甲这人生家拆开来看，看家己是想要过啥物生活，爱问家己。足侪人已经毋敢问家己任何代志，因为无信任家己，对家己的感觉、家己的价值观、家己的一切拢毋敢相信，认为相信家己会足惨的。因为可能以早有啥物决定，结果是做毋着决定。举一个例，就是买厝啊。都有像阿姨会讲我哪会买一间尔？我当初是若贷贷款，毋惊贷贷款，我就会使买2间厝啊，趁搁较济。所以人会定定就会开始怀疑家己，讲我迄个时阵我的想法安尼，迄毋对啦。所以即摆现代人爱相信家己是上困难的。就是大家拢甲家己放无见，都甲己放无见。所以
所以我即马就是讲，豆豆仔甲家己找转来，嘛豆豆仔甲台语来找转来。其实这嘛无啥，就是毋是讲若学讲台语，就爱诚痛苦，讲要安怎？即马时代足侪人拢去学中国话讲一寡话，就是爱用拢去练台湾的华语，拢讲甲像中国的华语，这拢烦恼袂了即马佫烦恼一个无人爱讲的台语。其实毋免安尼烦恼，这就是家己去找家己的烦恼。所以其实我就是会使看讲有一寡人伊的烦恼，当然伊的烦恼就是会当看着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热情嘛。因若有烦恼，因较会去做一寡代志，读册会像我嘛，因为烦恼，我就是会去donate 啥物甲台语推销有关系的学会我嘛有，就是烦恼会当讲，互你做无共款的代志。像我伫台语房，因就是为着较寂寞，想要找朋友，要找一寡乡亲嘛，想要有一寡台湾人，因为因可能住国外，会想要有一寡听一寡台湾人讲话的感觉，所以因可能就是会对这院框内底的人可能会心会使看讲，这人甲我会合袂合，所以因做的代志就甲推销台语的人做的代志无共款。所以定定讲，有人讲话就讲甲欢喜去，伊嘛感觉诚好只要莫讲会互人无爽快，互人就莫讲怪怪安尼，因为因目的就是交朋友嘛。就亲像以前我参加的社团伊若是同性恋的社团，当然就是为着交朋友我的目的可能想讲，想讲试看觅去运动，去社会运动，甲别人的目的无共款。跳圆圈去甲我排除，其实嘛，这嘛是人性尔。今仔佫有，今仔嘛有一寡趣味的代志，就是有一个人伊就是有伫武勤的台语房嘛，但是台语讲较普通，嘛较无爱讲，伊的目的应该毋是学台语。伊就想要家己开一间房，就欢迎大家来听。因为伊是用华语讲的，所以我都更加无想要听。是讲一寡找一本册，伊真喜意的册，就用念的。台骹就我一个人，有时阵就是有空会来一个都人佫走去。其实迄个人伊拢有注意讲我拢有伫遮，佫叫我互伊意见。其实我嘛是囥伫边啦，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爱找时间来听台语我哪会去听一个华语？若是讲宇宙即种较趣味，我较有兴趣话题，佫会当听嘛。讲历史故事，可能阮翁较有兴趣。毋过嘛是有时间有掠着有掠着迄个时间，就是伊要结束的时间，就互伊知影讲，我有真正有听伊伫讲。讲煞我就想要像讲笑亏共款甲阮隔壁的同事讲有讲迄人讲这，我心内敢若想讲紧讲
哪会还袂讲煞，啊无就讲，伊讲有啥物意见啊？我的意见就是讲，我想看觅，对方会一直讲啊，莫去录音啊，莫讲安怎安怎啊，啊无伊会歹势啊。啊，我想讲，这伤济啊！着我一个人啊，我嘛袂去录这啊。你若今仔讲台语，我可能会去录音一下，嘛无一定会录啦。因为有时阵你着像听 Podcast，迄伤济啊，就是较无符合我的需求，因为我的需求就是希望听的物件，互我讲做有精神，想要好好家记起来。啊，无就亲像阿扁伊做主持人安尼，互去访问一个人，啊，其实伊的声音啊，伊的台语嘛是真袂歹，啊嘛华语嘛较少。即个时阵我就较有兴趣听，若有兴趣较会记会牢嘛。啊，我就想讲，迄人伤济，嘿，啊。我同事就甲我讲啊，我讲我这是足严的严明的心态啦，就是讲，阮同事认为讲，这人伊敢做，做无好哪要紧，啊，别人会想讲，你这无符合我的需求啊，这小满亏啊，讲这小满亏啊，有的人是讲啊，佫做精彩，佫诚好。我佫用即种需求啊，好啊，无好，有足侪人听，有受欢迎无？用这来做一种价值的观念，我即种毛病佫来啊。所以阮同事就讲重要，你爱看着伊，就是伊想要做，伊就去做。我想会对呢，伊嘛无讲我要准备诚久，像我本来想讲要用台文来写文章、写小说，我就会想讲我袂准备好，我袂学好诶，又搁伫当咧学。我就是即种啊，准备诚久。别人其实就对迄本册有兴趣，想要家讲互别人听，嘛互家己做一个，可能就是诚有兴趣，所以就开一个房。就算有敢若我一个人，台骹我一个人尔，伊佫会讲，有啥物意见啊？伊就诚有心啊。其实就诚有心的人，有准备无准备好，伊拢无想遐济，伊就去做。所以讲，我莫用即种好甲无好，去想即项代志。就亲像我若想要学台语，我就想讲，毋免去想讲。学台语有啥物路用啊？对啥物有帮助啊？无去想这，想要学就开始学。学的时阵过程中，就会发觉讲一寡问题。一开始我可能就是用听的嘛，听，因为找台语的资料来听是较简单的代志。找以早台语的剧，找公司台语台。搁找亲情莫计较，搁找啥物五路天，其实找这足简单的。但是我发觉着讲，我爱开喙讲，因为我长期的问题啊，都是卡牢咧，就是无法度开喙讲。诚久无讲的人啊，其实我自细汉就无开喙讲，所以一开始讲，大家都会艰苦，就真正是安尼。这音无正嘛，这嘛个一直顶答，搁一直搁一寡词毋知要安怎形容，就开始用华语讲。无就是讲咧一个词，就是受着华语的影响，都诚济问题。所以开喙讲是一种挑战，因为你若讲，你听啥物物件拢无问题啊，哪有人会干涉你讲？你袂当听这，爱听迄无啊？但是你一开喙讲，别人就会开始，因为你就是
讲互伊会听着嘛。啊，你要表达你诶物件，互伊知影，当然伊就会开始甲你改进，讲会使讲中文无？啊，你哪会改讲台语诚听诚袂惯势呢？你台语怪怪呢？这就是一种调整。所以讲，即种调整甲我家己学赛事的调整佫无共款。学赛事的调整上大就是家己，因为家己有一寡做法佫想法，拢诚久啊。啊，你变讲你要面对家己，爱重新甲家己以前认为对的想法，爱家己拍破，这是上困难的。迄像学赛事的时阵，上大的问题就是，我迄早拢有即种受害者的心情，就是台语讲无好势，我嘛要怪别人，认为我是大家无安怎讲？大家无够温柔对台语讲无好的人，无够温柔的受害者。搁有我是即个社会讲台语已经真少人伫使用，所以我行伫路上拢听无几句台语。啊，我拍开电视爱找台语的作品做恶吹。我是受害者。定定就是想讲，阮翁啊，讲一句话我就足敏感的。阮翁若讲你哪会一直讲台语？我就会掠讲。这就是我的受害者的心理作用。搁有就是，我就定定甲翁想做歹人，讲伊就是人做歹斗阵啊，安怎我真可怜啊，我做委屈的。这嘛是足长期的习惯，就是爱家己囥伫一个受委屈的位置内底。所以讲，学赛事就是爱讲检讨家己是真艰苦的代志。因为大家拢会希望家己是无做毋着的，做毋着拢是别人。像讲我看忧郁症的朋友、网友拢有一个习惯，因定定就是对别人就是足注重别人的想法，注重别人的反应，但是嘛定定咧怨叹别人，讲为何爸爸妈妈、老爸老母嘛、老师同学恁可能无拄着讲有同事的所以我即摆拄着拢是怨叹老师、同学、爸爸妈妈兄弟姊妹怨叹讲因为虾米爱对我遐歹，对我遐严格，对我安怎为虾米不爱喊我出去佚佗？为何因安怎？这就亲像讲。有一个人，伊人生的剧本，伊定定都咧讲，为虾米不爱安尼搬，不爱安怎搬？但是伊无动手去改即个剧本，因为即剧本是伫家己的心目中，但是伊毋知影。伊看即电影伫搬，即戏伫搬，伊就开始细细然，就像讲我看电视共款，讲这个人哪会不爱安尼？这个歹人哪会遐歹甲安尼？这主角哪会遐空？就一直念。但是阮毋知影讲，其实这剧本是伊的作者，就是咱家己，拢毋知影。不知不觉，毋知影人。其实学赛事就是知影讲。这就是我家己戏的啦，我昨家己写剧本啦，无就是我还袂来地球耍的时阵，我就甲剧本写好啊。既然是我写的剧本，我当然会当改啊。你讲这歹人歹甲安尼，我会使甲伊写做好人。
后壁安怎变好人，就豆豆写。所以我写小说是对家己的人生观足大的帮衬，就是安尼。我就知影讲，我有法度，互一个小说一开始当然有一寡歹人嘛，若无歹人，就是无迄种冲突嘛，无一种戏剧性，无一种刺激感觉。但是呢，我就会使去豆豆改，改到写到后来，我的小说内底无歹人呢，每一个拢好人，每一个歹人拢有伊的苦衷，拢毋是超工的。所以讲，我着爱学赛事，就知影讲，毋免一直想讲别人为虾米不爱安尼，不爱安尼，为虾米不爱配合我配合我即个人，为虾米爱安尼无情无义？就亲像我学台语共款啊，我着想讲。店员啊，为虾米不爱好互我练台语啊？陪我讲两句啊？像迄自助餐迄个头家娘偌好咧，佫会甲我教。伊一看着我都知影我伫学台语。当然嘛有即种人，但是少。大多数诶人就是做无用嘛，伊就是爱计数嘛。若我后壁有排队一阵人，伊就麻烦啊，头家啊，人客啊，拢会想讲排队排遐久，就是这个人的问题。敢若有我这个人是要向人去学台语，伊一定想讲你去找老师来学就好啊，你找我创啥？所以讲即摆嘛豆豆较有自信，因为台语有讲有练较顺啊，嘛有讲较放轻松，就知影讲无诚好势，毋是100分。但是我若今仔日60分嘛会当啊，60分你就会当出去讲话啊，就亲像讲有人。英文无啥好势诶，伊嘛会使出国啊，看着外国人就用比诶啊，无就是讲真烂对方听久嘛听有啊，伊就面皮厚嘛。所以讲，我就毋免讲一直去怨叹啦，怨叹讲这人哪会不爱加讲台语啊？这种代志其实甲写小说、谱小说是。真共款的代志，意思就是讲，我认为讲，我若一直讲台语，就会当推杀台语，就会影响别人讲台语。其实毋是安尼。当然我嘛有影响别人，但是毋是这生分人。生分人伊想讲你的代志甲我有啥物地带？但是我是有影响着我的同事，我同事讲，这人遐爱讲台语，其实我嘛会晓讲，只是诚久无讲，伊就较有兴趣。伊看着我，可能就陪我斗阵讲台语，无就是我讲台语，伊听，用华语甲我回。着我会使影响的，当然是我身躯边的人。但是我无可能去影响着生分人，就亲像我小说嘛，我会使影响讲网友啊，较实的网友，较是讲身躯边的人，无就是我若讲有一个医科啊，拢是写小说来的，我会使讲你甲我看，我甲你看，大家斗看，我会使安尼影响，但是无可能讲。因为我写诚侪小说，我写甲足辛苦，我足有心的，就影响全世界，影响足侪人，就足爱看，一看就欢喜，一看就介意。其实毋是安尼，这我着爱看互开，就亲像讲，今仔推三台语嘛是啊，若一个人到处啊去。搭啥物台语的物件，讲台语足重要，像洗脑共款。安尼大家会足神足感觉足的嘛。但是若讲去找伊的目标，
去台语房啊，啊无就豆豆仔去一个又一个啊，互去找一寡有兴趣的人，豆豆仔甲伊洗脑，豆豆仔邀请伊来活动嘛。即较即种较有法度影响，无法度讲影响讲全台湾啊，是足困难的。因为即马即种时代无法度讲一个人的力量就去影响诚济人。就亲像讲你讲同性恋的婚姻、同性的婚姻嘛共款啊。你伫咧路上去分迄卡片，啊无你就伫网络写一寡文章，其实你影响的人就是有限，拢是甲你有共款想法的人。真正无法度讲，一直做即个代志，就影响着其他做侪人。即马即种代志诚困难啊。所以讲，咱即马就是去看开，就知影讲，有一寡代志我著去做，我知影内底滋味，知影讲推销一个物件，搁有讲，就是一种体验尔啦。毋免讲，若讲有关心的人，你一讲伊就真正有同感啦，伊就是会讲对，就是安尼。因若讲的话题你嘛有感觉，讲对，就是安尼。但是无可能讲影响啥物店员啊，你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毋是大号嘛。哪有可能讲想要影响着你伫咧路上拄着的每一个人？无法度，除非讲你诚有名，你卖菜的阿嬷呢？伊可能就会影响大家来捐钱。伊嘛爱去演讲啦。我只是买物件，我都毋是演讲。所以就是安尼，就是讲，这社会实在是伫变啦，诚侪变化。但是我莫去强求讲，我做的代志，需要有啥物诚好的效果。我就是想讲效果这件代志。你想，大家想看觅靠天性这个人，伊嘛是诚够讲话伊嘛有一寡资源啊，伊嘛无法度讲，互台湾人突然间就讲这，伊讲的代志嘛足重要呀。伊嘛一直伫做，伊嘛是有一寡主题啊，有一寡人甲伊斗做，但是伊嘛无可能，就是我想的，就是讲足侪人就讲这对足重要，影响的人真正有限。这就是这时代的，这时代就是大家拢有大家有兴趣的代志。你讲会当影响啥物？你就办一个奥运啦，这就影响足侪人拢有兴趣。就是安尼尔啦，毋免讲看遐重。我就是我就是有即个毛病，啥物拢爱看成绩，看讲这成绩有好无？有足侪人去看，有符合足侪人需求无？讲有好无？有精彩无？有我当做一种商品嘛。对啊，若讲一个人诚爱做歌，伊就做一条歌，放伫网络上，互大家讲有兴趣、有缘分的人去听，安尼就诚好啊。哪有需要搁讲这歌有符合大家的需求无？有足特别无？比阿信搁较好无？无需要安尼，对伊来讲就是一种分享，一种体验，就是安尼啦。毋是讲做啥物代志拢爱做红的，互大家拢注意。这可能是我心内就一直有即种愿望，就是讲一炮而红。但是我就是爱去调整，讲毋是安尼较有价值。我的思想爱去调整。就是安尼。